意大利曾經4奪世界盃，可惜近年青黃不接，今屆亦都喺外圍賽附加賽決賽互射12碼階段不敵波斯尼亞，連續3屆無緣決賽周。回想起20年前嘅佢哋揚威德國嘅畫面，確實不勝唏噓。2006年德國世界盃16強，意大利對住澳洲，格羅素就係因為喺補時階段搏到致勝嘅12碼，而被中國嘅評述員稱為偉大嘅意大利左後衛。之後去到準決賽，面對東道主德國，雙方激戰到去加時118分鐘，都係互無紀錄。但係格羅素再次化身英雄，接應派路嘅傳送，左腳第一時間將個皮球送入遠處網仔之餘，亦都將意大利送入決賽。決賽意大利同法國鬥到去互射12碼階段，格羅素為意大利操到最後一輪12碼，入球後瘋狂慶祝嘅畫面，相信意大利球迷們仍然都係點滴在心頭。